大家好啊，多謝你哋又嚟我條頻道。今日想同你哋傾下一部可以話係無限流入面嘅祖師爺級作品，就係無限恐怖。如果你未聽過呢本書，我真係恭喜你啊，因為你可能即刻就會跌落一個超深嘅坑。如果你之前睇過，咁就當陪我一齊翻炒啲經典。先同你講少少背景先啦。無限恐怖係中國作家 ZHTTTY 寫嘅，大約2007年咁上下，就喺起點中文網連載。當時真係勁轟動，因為佢搞咗個超新穎嘅橋段，攞啲你熟到爛嘅恐怖片、科幻片場景整做副本，然後就將主角同班路人直接丟入去，要即刻求生存。所以就係咁，無限流就誕生咗啦。後尾成堆小說、漫畫，甚至 game 都係學佢。講真，呢本書係點都避唔開嘅經典嚟㗎。咁個故事講咩呢？一開頭就係一班唔識嘅人，無啦啦喺一個冷冰冰嘅金屬房醒咗，四周黑蚊蚊，得一塊光幕。跟住主神就出嚟用條好型嘅機械音講，將會進入任務世界，完成者可獲積分，失敗者抹殺。聽到都起雞皮啦，係咪？佢哋連發生咩事都搞唔清楚，就要俾人逼住去闖生死關。而家開始，佢哋每個人手上都有個主神手環，會顯示你幾多積分，有咩狀態，仲可以用嚟換嘢。只要你返到嚟，就可以用積分買槍、買子彈，強化身體。玩耐啲仲可以學技能，好似槍法專精、肉搏，甚至連基因改造、精神力都換到，超誇張。講下第一個副本先，經典到不得了，就係生化危機。主角鄭炸原本就係普通大學生，平時可能連行夜街都會驚，點知一開局就直接俾人丟入去生化危機嘅世界。街上滿滿都係喪屍，啲血漿喺度滴，好似戲院 4DX 咁濕。鄭炸頭幾分鐘真係嚇到癲咗，差啲連槍都拎唔穩。但去到最極端嘅時候，佢反而冷靜返嚟，開始帶人揾路逃生。慢慢咁，佢就變咗成隊入面個主心骨幹成員。再講下主角同啲角色，鄭炸之後就識咗個叫楚軒嘅人，呢條友超聰明，但係冷血到爆，啲人對佢嚟講就係棋子。佢會計到連邊個值唔值得救都好清晰。但係鄭炸一次又一次用自己行動去證明，人係可以信任嘅，唔係齋睇數據。結果楚軒都俾佢打動咗，最後兩個變到互相掂後，背都唔驚俾人插刀。講真，呢段兄弟情超好睇。講返啲副本先，真係每個都好精彩。有異形，成隊人喺度膽戰心驚，唔知幾時就會有隻異形破空爆出嚟嚇死你。仲有恐怖蠟像館，唔淨係肉體驚嚇咁簡單，仲有啲精神攻擊，搞到啲角色幾乎精神崩潰。甚至到後面有星河戰隊咁嘅大場面，即刻由驚轉到熱血。就係因為咁多唔同類型副本，先令無限恐怖被人當做無限流入面嘅神級作品。講返鄭炸，佢最大嘅轉變就係喺一次次生死之間，慢慢學識咗人應該點活。佢唔再係淨係想自己活命，佢會開始諗點樣保護隊友。所以每次任務完，能夠喺主神空間坐低抖返口氣，都會覺得哇，好奢侈啊，可以安安靜靜坐下嚟。當然啦，呢本書都唔係完美嘅。有人話後期有啲副本寫得太短，或者角色突然轉變太快，好似唔係好自然。但整體嚟講，佢依然係無限流嘅頂流。特別係佢寫啲生死緊張位，隊友之間嘅信任背叛，真係好有感覺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未睇過《無限恐怖》，我真係誠心推介你去揾嚟睇下。即使佢係10幾年前嘅書，
到而家仲係超多無限流小說抄緊佢嘅套路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次呢條片，記得俾個讚，同埋 subscribe 開埋個鈴仔鐘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次再講更多網民同無限流故事啦。留言話我知，你最鍾意無限恐怖邊個副本？定係你係 team 鄭炸定 team楚軒？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